到早，欢迎收看4月1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台北车站的台铁的完工变数，顶个月去互发现放伫手面台一间电动喙手口啊，这内底竟然是有创立影机伫咧偷翕，警方也已经逮捕一个姓翁的台铁查甫员工。台铁台北车站员工专用厕所内洗手台上发现疑似偷拍装置，警方到场确认该物为针孔摄影机，立即循线追捕犯嫌，依妨碍性隐私现行犯逮捕，并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去到这间便所，想袂到拄啊好去撞到这个涉案的台铁查甫员工，行为真奇怪，搁那像伫咧找物件。经过调查了后，这个查甫人也承认犯案，并依照妨害性文书的现行犯来逮捕。伫检方复审了后，是以10万块交保。这个初步估计是有3个台铁查某员工受害，台铁明仔载也会召开专案考审会议。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高，伫咧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地区会较高落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份好天。过到各地山区也有可能会落西北雨。东北部地区虽然落雨过会较凉，不过若出日这高温也是有可能会来到28至30度，会较湿较热。因若中南部同款是有29至31度这尔悬。明仔载开始，阁有方面接近桃园以北，阁有东北部、东部，也阁有马祖、金门地区会较高落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嘛，得爱注意过道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好，即马油价大起，航空公司甲这燃油附加费调悬，要来减少航班。也民航局是统计讲，5月逐礼拜平均是取消52.6个航班。有民众也讲，即马这机票是已经加1000外块，也阁继续愈来愈贵。嘛，旅行社是因为航班取消，咧替这旅客安排去对别团。也若讲真正是无法度出发的，这有的成本也是旅行社得爱家己来吸收。真侪自由行的旅客拢会家己去咧网络订机票，不过高小姐讲，因为10月要出发去日本大阪旅游，一年初去网络看机票来回各要14,000。伊讲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了后，机票是一直起价。我3月底实际买的话是15890，涨了大概1000多左右。庆幸说那时候有先买，就是现在买的话又会比当初看的价格更高。若是旅客买机票变贵，旅行社嘛受到冲击。内部人员讲，本地3月初真侪作业的同仁是无用得提前开票，这个月初7了后，所以因为航空公司一寡航点开始减班，都要加班协调旅客改团。如果转不了，在国外的不管是订房啊，还是交通的提前的付订的那些损失，变成旅行社自行吸收。外虾米旅行社人员讲，除了要承受减班引发改团的无方便，后半年的政客状况嘛无理想，真侪企业本地要员工旅游，即马拢暂时停落来观察，估计差不多2成到3成的订单受影响。根据民航局的统计，今年热天逐礼拜平均飞航3029班，4月逐礼拜取消7.3班，占总航班数差不多0.2%；5月逐礼拜取消52.6班，占总航班数差不多1.7%。交通部没有这个力量去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这当然不是要求。困难上面，我们如果可以协助的部分，台湾的交通部跟民航局一定会做更好的协助。想要避免去拄到航空减班，有专家建议讲，买机票的时阵，选核心机场，还是传统航空，较袂去拄到减班的情形。长程线的燃油占比比较高，只要载客率未来没有达标，或者是造成飞一趟亏一趟，那航空公司自然就会缩班减班。专家指出讲，较减班的重灾区，阁有真侪航班在飞的低定航线，航空公司有可能为着省燃油含人力成本来合并航班，呼吁民众去保旅游不便险来增加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讲因为中东的局势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是降到3.1%。不过咱台湾因为有 AI 相机长伫咧发展，预估今年的 GDP 成长率是有到5.2%，比新加坡、日本、韩国也更较好。中东战争造成国际经济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讲长盾继续，而且尤其伫2007年之前，抑阁伫一趟100美金以上，世界经济才有可能会衰退。Downside risks are clearly very elevated. Now, the impact of the war will be uneven. Low-income energy importers are highly expos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re-existing vulnerabilities and limited buffers. But the damage is most severe for countries in the Gulf. IMF 假设3种情形，若是冲突继续的时间底，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将会降到3.1%，整体通膨率会升悬到4.4%。假设冲突越来越严重，造成能源价格加通膨有机起，金融环境越来越严，那呢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5%，通膨率会升悬到5.4%。假设讲能源供应中断一直拖到2027年，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通膨率会超过6%。中东国家跟欧洲经济成长率会爬上最。最凸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涨价并不是全球都一致的涨价。整个亚洲的天然气这一波呢，其实是飙涨大概差不多到20块钱一个单位。那如果我们看欧洲是更高，因为欧洲上一次也受了这个俄乌战争的冲击。受到打击较严重的国家，世界银行讲可能会用800亿到1000亿美金提供援助，超过新冠疫情期间提供的700亿美金。因为亚洲几落的国家下手的幅度较小，台湾是维持顶一遍有一个结果5.2%。行政院主计总署2月13估计，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7.7%。虽然因为中东战争2月28开始受到干扰，或者讲政府用油电动机暂时控制不住，而且台湾出口表现好，对国内经济看法较乐观。拜 AI 热潮所赐，包含了台湾，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居高不下，所以虽然有一些油价的负面冲击，但是 AI 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更强。基本面也反映伫咧台股的表现，10个台股各在创新高，盘中是把冲破37000大关，不过尾下起势有较收，指数收伫咧36722点，起42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因为台积电发射会进前，尾盘一直点火，收盘计数2080块，起25块，实在是53.94条，估计次月拢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昨立法院审查56岁法的修正草案，调也有达成共识，初审通过。伫电影甲职业性唱歌、舞蹈表演等等是唔免扣56岁。因来民众就在关注，讲这边扣税了后，票价敢会变少？舞台顶魔术师伫咧表演，大家观众看甲一直拍破啊画好，新奇的表演大家拢爱看。不过办活动的团队讲，若是办卖票的活动，成本就包括56岁，互因正头疼。对，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把汽车变出来，但我因为要压低成本，我可能只能变摩托车。我们缴了税，但我们看不到就是有其他实质上的回馈，比如说会有补助啦。56岁法是毋是要废掉？已经讨论几多年啊？10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一条一条审查56岁法修正草案，上面共识是电影、职业性歌唱、公主、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一个夜总会等表演，一个戏剧、音乐演奏加非职业性歌唱、舞蹈各种竞技比赛，初审通过免扣56岁。就长期来讲，娱乐税其实应该还是要废除的。有些县市认为说，这个娱乐税对于这个地方税来讲很重要，那就由地方自主来做处理。那其实这个财划法修完之后，地方的财税也增加很多了。课政的场所啊、设施或者活动，早就已经是我们民众日常娱乐的休闲项目了，并非全然都是奢侈或者是费用高的活动。来看大多扣的56岁，台北市113年净业2.88亿，占税收总额0.36%；新北市3.54亿，占比0.53%；台中市2.12亿，占0.46%；高雄2.6亿，占0.57%，拢无到1%。有些县市那是会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的。那这个部分呢，中央应该比照以往就是修法的时候呢，如果有涉及地方税收损失的话，中央应予补足这样的一个惯例。或者讲，以前56岁是规定民众纳业者代收，若是免扣56岁，业者就无理由搁代收，计数也应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中国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透过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工会，呼吁台湾得爱赶紧全面来恢复两岸直航。再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党参民众党昨开会来讨论新北市甲宜兰县长这个选举的整合，要看民调来决定，按算4月底5月初就完成。来尾是自由时报，中央总预算案卡伫咧立法院超过200天，昨调野协商达成共识，21要请行政院长倒应提起报告备询，了后就会交付审查。因若交换条件，就是行政院得要提出军警提具的手法。
有一个香港的查甫人，叫做丁小虎，对2018年开始就受中国的指示，利用马祖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到台湾，事实是伫咧做间谍来吸收咱台湾的军官。高检署去年11月终结，依照国安法，甲姓丁的查甫人等7个人来起诉。因过伫咧审理的期间，这丁小虎算是破病过身，其他6个被告当即嘛是去互判刑4年6个月至8年6个月。穿白衫甲蜜风警员翕相，伊是香港籍丁小虎。2018年开始以马祖文化交流名义来台，不过高检署查出伊是互中国军委会指示，透过地下汇兑提供1112万，吸收咱国6个现体的军人部件陆空军的强谍组织，要求刺探军事机密，甚至爱现役军官开战了后卖抵抗。不过高院审理期间，伊煞破病过身，其他6个被告高院15宣判，分别互人判4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对于有少数的官兵违背着忠诚义务感到痛心，有看到这个渗透的情况是严重，但是也看到这个近乎90%的案子都是由官兵检举或者我们自查发现，会对于这个不同的揭秘的等级来加强我们的安全的查核。国防部长郭立雄讲，中国渗透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强调会持续强化官兵保防教育甲涉密查核机制，佮对相关外流资料进行损害管控。不过，监察院进行整理这阵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判决平均刑度是31.4个月；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案件，平均刑度24.3个月，甲后位国家差12.7倍，认为反映有轻判国安案件的现象。我国跟其他国家对于这种军事间谍的判刑的确是比较偏轻的，在国外平均达到19年的这个刑度。目前国防部研议恢复军事审判法，就是希望让这个所谓的现役军人可以得到陆海空军刑法的规范，如此可以有更有效的吓阻。专家讲，除了法制层面的修正，加强对敌人效忠表示等行为的刑度以外，嘛建议加强防治手段，像讲增加诱因，鼓励检举无正常状况，让官兵会当随时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涉嫌高级银行员诈骗1亿1000万的律师尤光德，伫咧3月2日，甲伊的电子手铐剪掉了后，对台南的站门溪口坐船逃亡海外。检方甲海巡今日昨有掠到帮助伊坐桶的3个共犯，而且也查扣停伫咧安平渔港的船仔。目前这3个共犯拢已经先押禁见核准啊。海巡人员根据船长所说，涉嫌含银行行员斗空组成诈骗集团，共计1.1亿的律师尤光德，顶个月2日是这只海钓船甲运送，对台南沿海坐船起步检查。目前已查获协助游姓被告偷渡之共犯3人，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以及查扣协助游姓被告偷渡之船只。尤光德伫113年方裁定交保了后，是伊第一电子手铐甲监控，但是伊立钱透过细单细五的纸头含细过船价斗3工，破坏电子手铐占道出境。检方追查，尤光德是坐细过海钓船对台南站门溪出发，来到澎湖外海了后，不明的船只才甲接应。因迅速查到细单的嫌犯顶3个共犯，而且找到停伫安平渔港的海钓船。尤光德的老爸则发出回失的声明，而且呼吁检验，公正看台案。就是安尼啊，即马在平湖，拢个臭面啊，啥物拢平湖啊，啥物拢渔民啊，我有关单位的有法当好处无啊。澎湖的海巡人员带证书肯来检查坐船的车，尤光德是对澎湖外海检查，过去包括3联集团共治案的嫌犯齐孝东等人，拢把澎湖当作是检查的中继站，严重影响到澎湖的名声。检方和海巡等单位和机关合作，加强巡查出入境的点，落实安全检查。我们会加强戒警率，跟海巡署去做一些洽询，船舶的轨迹是有些异常的，加强去做相关的拦检跟安检，也要拜托海巡署那边在海域的巡防部分要去加强抽检。其实可以滚动式的修正来做看看，舌头或者是船东都是本国人，觉得罚则不重，我就有恃无恐嘛。几年出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说，我就找一个人头进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可以试着拉高刑度，产生一些吓阻作用。为着要阻挡在运偷渡的行为，入出国移民法捌伫2024年修法，甲本地3年以下的刑责加重到1年到7年。但是，同款有不法的分子是持续帮助偷渡，为了测试来有关刑度，或者认为政府嘛应该对防盗机制在制度面来做检讨，这些所在做伙做降低监督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想要紧，搁再来看土耳其又搁发生重大校园枪案。这是一个14岁读高中2年的学生，咱像是替因老爸前去学校犯案，造成8个学生甲1个老师过身。因为这个涉案的学生嘛已经死亡。这是土耳其伫2天内发生的第2件校园枪案。校园枪案发生了后，大庭家长甲民众客伫外口，救护车来来回回，甲伤者送病院，同时也扛出罹难者的遗体，场面乱糟糟。土耳其中南部卡拉曼马拉斯省当地一间中学，15传出枪案，一个高中2年的查甫学生伫校园内底随机开枪，造成8个学生甲1个老师死亡，另外13个人受伤，其中6个人重伤，也那嫌犯家己也伫混乱当中死亡。Sabahçı öğrencilerin tam dağılma vaktinde kendisi de öğleden sonra okula devam eden, okulda öğrenci olan 8. sınıf 14 yaşında bir öğrencimiz evden getirdiği silahlarla okulumuzun 2 sınıfına girmek suretiyle媒体指出，这个开枪的学生15下晡早5支枪，7个枪支客仔入去学校，随对2间教室开枪。这个枪是伊做警官的老爸的，这个老爸已经被警方拘留，也毋过犯案动机也搁需要调查。Evet, 8. sınıf öğrencisi, okulumuzun öğrencisi. Babası eski bir emniyetçi. Onun silahlarını aldığını tahmin ediyoruz. 土耳其的校园枪案真罕见，也毋过这已经是2天以来第2届的校园枪案。14伫东南部一间中学，18岁毕业生也穿转去学校乌白单，造成16个人受伤，了后搁自杀死亡。当局也咧调查犯案动机。内政部强调，这2件枪案拢是独立的事件，毋是恐怖攻击。土耳其的枪管制真严格，所有的枪拢必须爱登记执照。8个人也着进行心理甲犯罪背景的调查，非法冶枪会判重刑。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军方表示已经把伊朗的海上贸易经济全部切断。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美国甲伊朗上紧伫咧2天内会伫咧巴基斯坦搁再进行第2轮的会谈，这战争真紧就会当收煞。美军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第2天，拢总有8只船通过荷布兹海峡，其中无受制裁4只船顺利通过，另外4只甲伊朗有关、互人制裁船无法度通过。其中载25万吨甲船的中国邮轮复兴号伫通过荷布兹海峡煞伫出口的阿曼湾，去互美军驱逐舰扩大哪吒，随翻头倒转去。美国中央司令部大文表示，伊朗9成经济由海上贸易伫推动，封锁港口36点钟内已经完全停落来。即卖有超过1万个美军10外只军舰加几60台飞机执行封锁任务。伫上起升的24点钟内，无任何船只突破美国的封锁线。6只商务船遵守美军的指示，翻头转去阿曼湾的伊朗港口。搁再声明，美军是支持通过荷布兹海峡通过非伊朗港口船只的航行自由。伫这个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甲伊朗的新一轮谈判2天内可能会伫巴基斯坦举行，战争已经正接近尾声。副总统范斯是讲，若是伊朗承诺放弃核武，美国会以川普方式的贸易帮助伊朗反赢。He really wants a deal where Iran does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ran is not state sponsoring terrorism, but also the people of Iran can thrive and prosper and join the world economy. 中国外交部拜日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经过安尼做会增加紧张的局势。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英国媒体报道，伊朗伫咧2024年底以台票大约11亿6,000万买到一粒中国的间谍卫星，锁定美国伫咧中东的军事基地来攻击，因为中国是否认这件代志。日本打算要伫咧离台湾上近的 Okinawa 乌那国岛来部署防空飞弹部队，按算2030年的完成。因为中国外交部是批评日本伫咧威胁地区的和平。英国广播公司 BBC 宣布要裁员1800个至2000个人，等于是10个人内底特别辞退一个，来减轻财务的压力。这是15天来上大规模裁员。镜头转来看国内，桃园平顶国中举行毕业旅行，伫咧剑湖山度假饭店食饭了后，所有学生是出现脑骨头的情形，学校赶紧甲69个学生，佮一个老师送病院。婚礼的卫生局也随去饭店来进行采检，要来理清感染的来源。
佮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当市滨镇国中的毕业旅行，10时暗时伫剑湖山度假饭店食饭食了，陆续有学生发生闹吐、才胃肠无爽快的镜头，学校紧急启动应变机制，陪学生去附近的诊所和城大斗6分医看医生。凌晨接到电话，我以为是小孩子玩太累了，6点多、7点到8点的时候，人数突然多起来，决定把这些小孩子用游览车把他送过来成大医院。如果真的是卫生出状况后，也请相关单位依法处理后，那学校也要按照合约去求偿。学校表示，初步诊断是急性的胃肠炎，不过在经过治疗了后，大多数的学生都已经较好啊。有些小朋友如果口服药比较没办法吃的，我们是有用一些针剂做治疗。那大部分大概还是用口服药就治疗得不错。云林县卫生局在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嘛到剑湖山度假饭店做食米和环境的采检，要来厘清感染源。食物的检体1件，还有2件人体的一个检体哈。那我们分别会送到食药署，还有就是 CDC 做相关的一个检体的一个报告。因为最近是一直传出食物中毒的案件，嘛看出咱国在食物上稽查人力无够的问题。有特别建议讲会当参考欧美授权食品技师和工卫师，对源头来把关，平常时都对业者做卫生管理，建立实验签证制度来补稽查人力。负责签证的人类的资格、条件、训练等等，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也许是可以来补我们现在这个稽查人力不足。另外，汤圆上野烘肉饭内热店进前是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卫生局统计到15中昼为止，加起来有镜头的民众是增加到104个人，内面有69个人有去看医生。相关食品和环境检体已经送去实验室，按算上紧1礼拜就会有初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好，为着这食食的安全，农业部伫咧年初就预告讲，有一定规模的餐饮业者强制着爱使用细酸卵，不过打算是传出政策有改变。农业部是强调讲，因鼓励业者使用细酸卵，也主要咧是咧要求讲，着爱逐粒卵顶管拢有登记，才有法度来追查来源。因为农商也表示讲，这细酸卵成本本来就较悬，那送去到餐饮业者遐，安尼自然卖物件卖变较贵。甲世界食清气的细茎卵，正种侪排好好，准备要放在架顶卖互消费者。一罐细茎卵每一粒顶头拢有喷日期顶数字，并且有登录追溯来源的资料。甲其他的鸡卵比，看起来就无同款，价钱也较贵。农商讲，细茎卵的种货成本较悬，餐饮业者来用这种卵，会反映伫咱餐饮的介绍。成本会比较高，洗过的话也不能放久。我们进的话高的话，我们出去也是，他们也是一样照会比较高一点，差不多30%。因为最近连续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病源是沙门氏菌，上定定看到的感染源是垃圾的卵壳，或者是因为鸡卵做无熟。为了要追溯鸡卵的来源，农业部年初时阵有告，讲供应给一定规模的产业业者的细茎卵，每一粒顶头拢爱喷资料，方便追溯来源。因讲农商工会讲，强制业者用细茎卵怎么有困难？2-3万只会爱订70%市场啊，迄款的啊，你要安怎叫伊生存啊？无法度卡波对袂话啦。如果全部都是推这个极显蛋的话，那当然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去设这个检设备啊，一台都要100多万、200万啊。这个冷链运输的部分没有冷藏的话，那当然保存的期限就会缩短啦。餐饮业者讲，用细茎卵成本有较悬，不过以后政府若要强制执行，因也会遵守。只要是政策法令明定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照政策法令走，因为一切都是在食安规范当中，相关的成本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涨价。食安办他有邀请我们去召开共同研商这个会议以后，我们开始来做，我们去强化我们现有的一个鸡蛋蛋的一个所有事。农业部讲，年初有告讲，供应给餐饮业者的细茎卵，就係每一粒頂頭攏噴資料的政策，是為了要延續雞卵追溯來源的機制。行政院食安辦公室強調，並不是要求餐飲業者攏愛用細茎卵，是因為有一款雞卵是細茎的，也毋過頂頭所無噴現，所以要加強追溯管理。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这本地7月要实施的宠物用药新制度，因为配套的无够周全，决策的过程嘛，上过老草受尽外界甲条约批评。黄检署长就紧急来法庭办请实施，讲会个规划新的办法，目前也无时间表。打破黑箱。本来是定今年7月要开始实施的宠物用药新制度，引起动保团体甲主人担心配套无够，可能会造成母囡仔医疗受影响。顶礼拜五引起农业部黄检署抗议，要黄检署决定暂缓实施。无想到讲，黄检署长杜丽华15日立法院证实，这项办法直接注销，和条约立委批评伤老草。里面你们是压暂缓多久？这个现在是逐一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讨论。那现在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就是这个的办法直接用注销。哪有一个行政机关、主责机关定的办法，经过2年的洗礼、2年的讨论、2年的多方的这样的接触，最终要把它废掉。黄检署讲，2024年2月2日发布的人用药品用伫咧鸟狗加非经济动物的使用管理办法，和兽医师伫一定条件之下合法使用人用药品，并且建立药品的流向管理机制。不过最近接到外界意见，伫实务上伫咧急诊、半暝或者是偏乡，需要使用医用气体抑个注射器等特定药品。有嘢无法度摕到医化，延误动物的救治，所以决定要注销这项办法。不过，另外去民众党团批评，黄检署2年缓冲期间无积极辅导药商完成登录，算失职。这个新制呢，被断头的这么的冲突，一定是它其中的规定呢，非常的不完善，漠视了兽医的用药权，漠视了毛小孩的健康权，在所有的配套措施没有到位。沟通没有充分前，绝对不会冲出上路。黄检署强调，为了要解决动物保护药品登录无够的问题，将核准登录制改制广告制，由农业部主动公告兽医会当使用的人类药品清单701项，免除各项申请的停输。另外，也增加药房检准备药机制，和兽医师诊疗时阵会当即时使用。以后会重新拟定新的管理办法，目前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后龙西湖溪卡达车头附近的垃圾地，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只乌面腊龟是趴伫咧涂骹，这喙背搁去互钓鱼仔线电掉咧，赶紧通报来抢救，想袂到不幸过顿空也是死亡。官府表示讲，若是乌白等鱼网啊、钓鱼仔线等等这废弃物，恐惊对害死这野生动物，所以也打算要甲这只乌面腊龟做标本来推广生态教育。乌面腊八的喙背去互鱼线电几落年，热心的民众发现想要甲偷开，这是伫这个月11苗栗后龙西湖溪子弹车路附近烂土地看到的。其他民众讲，遮定定有来钓鱼的人，可能是长期的钓鱼线电到的。会去钓咧啊，就带长去啊，就那蹲在遐，若要有利，下面皮路来，伊看到迄利就夹落去就钓着了啊。因为遮足侪人咧钓的啦。乌面腊八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安培署列做较有危险等级，同时也是咱国第一级挖灭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苗栗农业处机部到场救援后送动物病院抢救，到病院的时阵伤气连徛都无法度，用高压酸素加注射治疗，隔天也是因为热衰竭死去。它在太阳底下被鱼线那些能缠到太久了，至少有1-2天了。热衰竭的时候，它里面的身体的脏器那些就会出问题啊，基本上这种状况都救不太起来。苗栗县政府讲，乌面腊八每年秋冬季为韩国顶北方生态地到台南西南沿海过冬，春天再个飞转去生态地。演过捌伫通宵甲后龙沿海有看到，可能是中站休困找食的，这个是头一个因为找食电到鱼线死亡的案例。这一次是第一次，因为黑面琵鹭可能溺死而嘴巴去缠到鱼线而死亡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这边也呼吁我们的渔民啊，或者是钓客，捕鱼废弃渔网不要乱丢。农业处是呼吁民众去海边啊、河边户外环境，唔通乌白等鱼网啊、鱼线这类废弃物，安尼无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性命的威胁。后续考虑甲这只乌面腊八制作成标本来推广生态教育使用。记者采访报道。
咱过来看高雄有一个查甫人是真酷刑，将猫仔囝关伫咧金马浪内底，拼落去海里渡水，并且佮把这过程录影传起来伫网络，真侪民众看到是真受气，赶紧来报案。目前警方也已经伫咧渔港抓到人，这嫌犯也承认讲有苦毒猫仔行为。那依照动保法，上当时会当来关2档，而且佮罚200万。将2只猫仔关伫金马浪，直接弹落去海底。翕影片的查甫人讲这是禁地人。第四机甲这段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侪网友的愤慨。苦毒猫仔的查甫人无偌久就互敲底出来，是一名40通过世万的查甫人。平常时拢伫咧高雄临恒的渔港掠鱼，附近民众拢讲这款行为实在真恶质。伊美人内底，伊等伊嘛会搁走起来，袂当讲多伫内底人啦。你是敢讲甲赶走就好啊，莫像安尼甲等在水底吼。对啦，迄恶质人。有点过分了。怎么说呢？哎，怎么说？虐待动物，对啊。动保处会同警讲，12暗时来到渔港，找到当事人甲船仔，当时嘛伫船顶看到一只猫仔囝。嫌犯讲，因为猫仔会走来船顶，黑白放屎尿，佮偷食鱼货，才会用安尼来驾驶因。不过路尾有游起来放伊走。动保处强调，目前当咧确认另外一只猫仔囝的行踪，不只个早起掠到迄只，是毋是防苦毒的其中一只，佮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动保处已经收集相关卷证，已请地检署侦办，并动保处于本日上午于案发地点诱捕到一只猫，至于是否为本案受虐猫只，将一并调查之后，已请检方参考。嫌犯的牌仔也停伫咧港边，15早起，动保处再次伫咧两边来放人仔成猫仔出现。动保处强调，嫌犯苦毒猫仔是事实，若真正有甲猫仔苦毒死，相当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200万的罚金。记者郭家祖、柯兆阳、高雄场报道。台中北区的中央市场即马当伫咧改建，也毋过却是传出这工地囤大量的粪扫，引起地方来批评工程动物的管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环境卫生。怪手将货车顶管的粪扫开落来，铁片围篱内底已经蹲一座粪扫山。台中市北区中央公有市场，去年7月启动铁道改建的工程，结果最近在地民众发现，工地已经变作是大型的粪扫场，严重影响环境的卫生。苍蝇、蚊子味道，好，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我们出入的时候就会闻到的那个很严重的味道。实际倒来到工地，会当看到5岁10个人家粪扫。时间的包厢讲，粪扫是原本市场单位清刷了后留落来的生活废弃物，气候民众投诉了后，敢若会当甲粪扫刷去工地另外一边的空地啊，设法离主体较远咧。要甲这刷过一边面，头一面遮，要甲全部搬起来，到尾用面遮甲扛起来安尼，就要20年到是无安尼。民代批评讲，中央市场铁道工程真乱。去年10月捌发生施工的阿西巴倒去的意外，即马佫出现废弃物黑白吨的问题，市府公共工程的工地管理有敢若无咧？台中市政府立即全面清查废弃物来源以及合法性，不能让重大建设沦为环境跟安全的隐患。因为清运业者目前刚好遇到我们那个焚化炉这边的税修，所以目前是暂时还要再等通知才能外运出去。然后这一块我们目前也会再跟相关单位再来联系，看能不能加速的外运。台中市经发局表示，目前合作的清运业者反映，拄啊撞到焚化炉咧大征收，暂时无法度处理，会配合铁道市场的进度，把粪扫对前段工地刷去后段，要求伫5月底进前完成清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三滨区有一间新开的连锁牛排店，这业者是伫咧人行道顶悬画乌多摆的停车架啊，佮主编讲这是私人的土地，敢若因的人客会当停。不过经过工务局确认讲，这是属于绿色退休私人地，是袂当来画设停车架的业者行为已经违法。乌多摆一台接一台徛起来人行道顶悬，看到涂骹有画架啊，就赶紧甲车停入去。高雄三民区东明3路遮，今年初新开一间，讲是全国上大连锁牛排店。不管是人拢叉，为着停车的问题，业者伫家己私人地范围的人行道画停车架，拢总画3搭，佮注明牛排店的人客专用。民众虽然感觉奇怪，不过也是方便就好。第一眼看到它会觉得怪，会啊，我就觉得怎么上面会有停车格。所以我们在吃饭就想说，它可能是为了方便我们民众停车，对，要不然一般我们就是会找路边的停车格放。这边的行人空间本来就有限，尤其以台湾的用路环境来说，
那再把摩托车放上来，其实会有点挤啦。然后加上上面已经有那个脚踏车的位置。一边是苏金威停车格，一边是 U-Bike， 人会当行的空间就剩一窄窄啦。尤其若搁看过对面路，店家是菜牌啊，讲讲人行道袂使停车。有民众感觉无对当，认为车都向市府反映。初步回勘停车格虽望是位伫私人地，不只个是属于建筑法规的绿色退休私人地，袂使过停车格。15下晡，工务局再次回勘，确认停车格无下规定，业者也登记会甲车格注销。本案现况车位划设于不得设置停车位之退缩范围内，已请业者于文到7日内自行改善，并书面回复本局及都发局、交通局及警察局。业者讲，后续停车格会锁转来，唔是人行道管规的私人地顶管。工务局表示，照高雄市现有的规定，3公尺以下人行道是袂使停车。除了确认业者的改善状况以外，冒车警察局加强巡查，避免有民众违规停车。记者柯家柱、柯兆勇、高雄场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造成自闭症的原因是真复杂。中研院甲国科会的合作，透过 AI 技术来协助分析，发现讲这自闭症的患者，因的鼻仔有较歹闻到味，所以便是有可能有连带影响到无共脑区之间的连接。也希望讲这项重要的成果会当来对治疗有帮助。自闭症形成的原因真复杂，要哪治疗，医界甲科学界拢全力伫咧研究。因为全脑神经的回路真复杂，就会发展精准的全脑分析技术，才能知影回路是毋是有问题。中研院研究团队经过7年努力，用自闭症了解的全脑人工影像分析，建立出一套研究系统，来解开这个难题。它的辨识有问题，就是它可以闻得到味道，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区分，譬如说这味道是不一样的。这在自闭症的病人里面是后来是越来越发现这样的 case 越来越多。各种的精神科疾病，其实它有个地方很困难哦，就是它的药物发展哦，必须要靠老鼠的模型来建立。可是我们很难建立老鼠的动物模型啊。中研院甲国科会合作，发现自闭症患者有鼻觉的障碍，连带影响无共脑区间之间的信息传送。AI 技术会让提供加速建立模组的功能。要完成这个我们关注的这脑区标注，一颗大脑可能就要花掉快1个月的时间，让它先运行。那它基本上就可以达到8、9成的这个准确度。那我们可能就只需要花1天或者几个小时。这项正重要的研究结果已经发布在国际知名期刊。团队希望这项成果会让提供自闭症患者的治疗甲辅导参考，并且在患者进行早期治疗时阵，除了触觉、视觉的训练，也能结合鼻觉的统整。记者综合报道。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已经22档，经过6天的修正。不过有教育团体就指出讲，即马校园性平案件无分轻重，只要老师去互投诉，就要进入性平会，应该就要严格来审查才对。伫咧立法院嘛有举行公听会来讨论校园处理这性平事件，也搁有感情纠纷的案件等等。伫网络顶悬有大文讲，互老师及一个学生地甲老师过去性平会，引起真侪讨论。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已经22年，经过6届的修正。不过，伫教育现场的老师指出，即马校园性平案件无分轻重，只要老师互人投诉，就会进入性平会，造成校园对立。立法院教务委员会拜3召开修法公听会，招专家来讨论。有一些学生，他们直接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表说，他们是如何把讨厌的导师赶走的，其中就是包含就是用性平案或是校事会议把他们赶走。那我们的诉求当然就是，制度要分流啦，就是我们的调查制度，重案还是要严惩没有错，但是轻案应该要进行一个分流。不过，有团体认为有投诉的机制是好的，会当确保学生的安全，嘛要求教育部爱严格审查。性平会和教评委员会拢是校内的同事，惊有人情压力、有暗砍的行为。性平会他会做出建议这样，但是他调查建议以后，之后谁去负责解聘？是性平会或教评会负责解聘，但性平会跟教评会的成员大部分都还是校内的成员这样。但是至于要不要解聘的时候，他的权利可能还是会回到就是同事们组成的委员会之中。另外，要同志协会反映讲，目前也是有2/3的学生，捌听过老师对同志也是多元性别讲出无友善的言论，这也显示老师的性平意识需要加强，要求教育部应该爱伫师培的阶段，甲性平课加入必修的课程。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今年是台语电影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除了有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嘛专工找金曲歌王萧煌奇来创作一条台语歌，或者做阵来去看电影，写出台语电影的黄金年代。而且影视厅中心也打算要来推出全球头一支口述影像版的台语片，希望互视众朋友买当做伙来欣赏电影。小情的电影内底嘛有报道的歌声，陪伴你甲我守护全世界，做阵来听。用歌声唱出对台语电影的感情，为着要纪念今年台语片70周年，国家影视中心和金曲歌王萧煌奇合作创作这条台语歌，就合作做阵来去看电影。音乐内底吼，佫有一寡必变的元素。咱早期的电影拢有足侪拢是有迄个现场的迄个演奏，不管是迄个铜管乐器、木管乐器，拢会当结合跟音乐在一起。国影中心讲台语片70周年，而且萧煌奇来做台语歌，是因为台语主题曲对台语电影来讲非常重要。迄阵台语片足侪拢是用文下也好，这个红香也好，所以即摆咱想讲，无咱嘛是用歌，佫拍这个 MV 吼，拢来夹拍。国影中心表示，台语片伫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有千外磅的产量，对世界电影史来讲是真特殊的现象。这几冬伊嘛真积极咧做修复的工作。我吼，真爱听你唱歌呢。我的歌声你敢要爱听？这届70周年的活动，国影中心嘛甲李行导演的梁尚浩和洪一峰主演的旧情绵绵做修复，带观众回去台语片的黄金年代。你看就知影讲原来。阿公阿嬷的时代，因讲的台语的腔口是啥物？爱做你话的啥物世界迄个情况，所以讲拄我讲的讲，这是一个历史的宝库。另外，国影中心嘛计划伫今年推出全球头一支口述影像版的台语片，希望互视众的朋友也会当用听来欣赏电影。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云林故事馆在2008年就推动社区绘本的创作培训甲出版，目前是已经推出140多本的绘本，来分享这云林的农渔村生活，也佮有宗教甲个人的生命故事等等。原本废弃的盆桶经过开孔的设计，将盆集中伫个内底，再佮透过边啊较细的孔，将养分送去因肥土，提供盆栽生长。高中2年的学生詹祖玲以安尼素材创作绘本故事，要互更较侪人知影。绘本他们都可以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一个很棒理念的种子，然后我希望也可以将这个永续的种子，然后透过绘本转移的方式，让更多人很亲切的接触它。佮有细汉的时，去外妈兜拢会看到蚵仔产业的李家云，将云林口湖饲蚵仔生态故事画落来，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云林渔村的生态。这个创作拢是透过云林故事馆的培训，以云林人事物创作绘本，要互大家看到云林多元的社会样貌。整个绘本培训的话，我们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文本的指导跟绘画的一个创作。今年度的话有进阶班跟初阶班，那透过老师专业的一个指导跟陪伴，然后才有这么丰硕的一个作品呈现。所有的团队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创作了超过140多本的绘本，那也培育出400多位的作者。土地的故事非常有温度，以及多样的样貌。文管处表示，今年所发表的7本绘本，包括宗教的信仰、沿海渔村的生活、农村基地、甲个人生命的故事等等，刷落来会透过骑自行车、甲学校社区分享地方的故事，互更较侪人看到在地生活理路甲文化内涵。记者综合报道。电商公司 Amazon 宣布要用代票3600亿，甲一间卫星公司买落来，而且是按算讲，伫咧2029年进前要部署3200粒卫星。即嘛，互外界看做是 Amazon 要伫咧太空的领域，正式甲美国的大事业家马斯克甲伊来拼关系。欧洲新一代的主力火箭阿里安6型，顺利甲亚马逊利用卫星计划内面的第一批32粒卫星送去太空，完成第一摆搭载上侪卫星，而且拢总成功入去最终轨道的任务。迄当阵，法国总统马克宏搁伫 X 平台真趣味表示讲，亚马逊的包裹已经到啊。
不过，亚马逊的太空雄心不是到这尔。14，亚马逊宣布以合代票3660亿外，收购已经经营35档的卫星通信公司 Global Star， 而且计划要在2029年进前部署3200粒低轨卫星。根據監管單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期限，大約其中的一半愛在7月進前到位。亞馬遜將有野心要和馬斯克的 SpaceX 正面來對決。雖然去年今年2月開始已經有超過1萬粒低軌衛星，亞馬遜僅拿200多粒，根本就袂當比值。不過亞馬遜的優勢在伊收購的這間衛星公司是 iPhone 和 Apple Watch 蘋果手錶下的衛星緊急通信服務商。亞馬遜公布和蘋果來簽約了後，若是接手這項服務，佫會進一步在目標的2028年全面啟動 D2D， 就是地電行動裝置的服務。這和一般的手機未來是無需要透過基地台就當連起的衛星，有可能會徹底改寫全球的通信規則。若是加上亞馬遜本地就有的雲端服務的優勢，未來是將有潛力。根據 BBC 的報道，目前去年已經是馬斯克 SpaceX 的重要收入來源，敢若是個人用戶這邊的收入都已經高達5億到12億美金。SpaceX 準備今年就市高達會超過1兆美金。面對亞馬遜氣勢這麼強，這都已經對啲整合低軌衛星業務的 SpaceX 會安怎應戰，外界攏在看。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在新聞的最後，咱閣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氣象。北部地區23度至30度，中部地區22度至30度，南部地區22度至31度，東部地區23度至29度。一個外島地區17度至28度。感謝你收看今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Thank you.